名王上老天在奉旨出京举子。新人去听不到，想不到今朝上岗里举起的小奴们口中，因为那小奴爷娘在世，而且肯做自家儿子，所以王要哈哈哈哈哇哈哇哈都让笑。那么贵州一上来打拜一相安。一上吩咐把相欧家将都去忙的，王亚宁立起来，他是高于旁同开居中相欧把好，甚至把听出来供一供。王亚身上想正等下波罗的举我来看你四个对下这个小人是王让是我来。那么立起来怕甚至把在挪特波罗的再举我来下周中，因如周中啊放心亲都之余的7个人，可狗的再立起来相欧挪特，他是高于把好姥姥身体受定，要随你子4个人。王家心里也是高兴嘛，但是心啪啪啪跳得不得了。至少第一周主牙还没进展了。这张面孔，我拉不出么带你子口口来进多哑巴。姑姑一口嘛，先叫先吃来。有这面孔该搞的嘞。像你们不重要，我是来中医之在。那么建立沙家立个身份，王耀这文里应当建一上父王，对父王2个字不亲一个样。那么建亲父王，哎呦，也想法里边说起来，哦，你明明写的不是我2个了，还有亲父王，啊，错我没对呀。那么建汉父王，哎呦，他说起，姑姑王想是想。哎，儿子，今朝我的旅游啊，这位父子让我们来搞一个恩事吧。哎，对个，可是也能怕我不想想到这一代了哟。啊，恩王在上，儿及恩王几岁？开对头。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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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啥？老老听这个声，恩王各咱耳朵，经济上坡外面咱耳朵，包他们要进青楼跟米咱耳朵，发不里出来。恩王革命经济外面保护通脑子里盘对3个秋子极为无中啊，猛火对起，到家底心为之盘在飞上来飞到新个到跨腰进那里欧了，那欧心嘛，随这个彻底大概。老老开心啊！哎呦哎呦哎呦，喇叭了！你恩王，为上鸟的戏，一趟走下，都是恩王。第一趟走呀，听见恩王说的好听，都听2、3个好。哎呀，恩王，王后你再叫一声，你说太高为高噶，现在的开心呀！那么弟弟妈妈听着，我有心弟弟来呢。啊，啊，这调调咋个上调调比恩王还要好听？哎呀，弟弟，王后，你是东街女的呢？做这个衙役的接应节上的这旁边4个家将小子出来来走，拜一真是，清当清是不一样的，规则8句。家将后的头头郎想吩咐一声，此次师傅斗气忙的，叽吵吵，包包按我，多多少少，叽吵包我多少，一些一做这已经摆好。呀，你这2个的身体受定，家将过来之后进去。哎呀，弟弟，听啊！弟弟，听！老老理应3倍，带你子妈妈13岁，不言啥，小奴
这点年龄是好本事的辰光。他们不觉得谁能呼吸上？假使你呼吸读书的到军里乡听后领有老先生讲呢，谁是模糊军人？假使你呼吸离本事的，根本你放心，我要自家来讲呢，上家的一条枪出名了。好啦，弟弟，飞机我儿在家乡的时候，便这里戏份为是媳妇吧。我想儿们分一来无益，能啊！那么了想不了。我们的人啊，我理想的辰光呢，呼吸读书还是呼吸礼服？你为对我分一来无益能啊，上面的吩咐上的呀，一好气一好笑，哎呀呀！儿子啊，小奴要谦虚，你可以接受。分下来付下能，不可能。吩咐上的还有一个，这是结实个事体。到别人讲小奴，哪可能呢？还为我不欢喜的，他们的哈，当然说出我不是王爷的中人。他们的哈，部门得出，弄给个地斤两地得出。那龙江上那么要得那个，要谦虚，不好这个光。王爷谢谢，好。哎呀，弟弟，后人教导于你，这边什么教导？哪个罪笔？写的罪公云龙之子呀！哦，有来宋江才子啊！那么王将来头，什么呀？那是宋刚才子追兵高来读书的，一口张面孔。一本正经，不讲实句哦。本人不认得，追兵这个小人我晓得。老大与追人我的儿子，6岁这个人士，他得称道神动，那让真理向我济公济堂。后出来追人龙，一时更是娘为周家乡松冈。分在好，听见是还有现在是松冈谁子民风普普什么呀？那是松冈谁子追兵学生子，谁子不得了个，但是公众有3种，并且讲的谁子就是追兵一种。莫夫真能靠分在阿道本一直公认神称谁子，最好。第2种才子唔啥稀奇，靠爷娘与色彩，也叫才子。第3种才子真台湾人，看见随便啥谁个，那这个才子在台湾。追兵是大家才晓得什么呀？那是追兵学生子，将心将意。哥们的哈，问一声，2位人士答对。假使是追兵学生子呢，8位人士答对，你13岁，这啥面孔看上去蛮聪明。假使你为了我不为，那这个理想出心于地，嘿，高的。我们的哈问看，哎啦，弟弟，既然如此，非追我儿可为人士答对我。不想儿们带6只叶儿。听见2只叶是有点红色了，还这怕衙内放马过来，跟着出现放女呀，不用的。这个为这个海话，哎呀哈，6只叶儿，既然如此，为父与济公乡里没有对了。是，请弟弟赐上礼。这个为父应知了。请弟弟赐上礼呀。你看
看一日一百呀！弟弟啥理你？你看一日一钟啊！你那多吃醉了呢？弟弟啥理你？就说来了是干么得了黑呀？干么刚子出来在，我为几个让利那样带。你要门大的让利嘛，一日对了500，吃几百斤。俺来了500文来偶发，还是有自家个人。我为啥天里吃几百斤的东呢？就这个让利蛮难吃的，我不晓得那该几好好食。吃得个纹身吧，那大夫吃，太那个的就是太我个的，旁边有家这样了。吃得个问题吧，做心来的啊！有两下子，因为是自家太气子，还不好，所以吃一杯醉，动动脑筋，再吃一杯，再考虑考虑。现在一想嘛，有一只社会气的，哎呀，是天亮，是为吾的上历史。山高龙溪，看饺子真能下雨。嘿儿对是好，想啊不想，马上你还为当我长。风起浪干，却与翁结在为敌。好话，妹子，我就想到地上一点好食的。这个狐狸带的王爷非常载人，飞得快，而且带得好。我让你是三干龙溪，看做啥人呢？还做啥话？你是带个风急浪高，却与翁结在为对。上里小夫，狐狸与翁，这个对的哎呀切！哦哟，与好事，这个第二让你也难地子，吃啥个你？呀，无意之中带手唱外头一口，刚才上中吹，离手唱开了嘿。忙当外手提出于2只肉，并把并行。开头并把并到有出来拍，一时一口。每个只手啊，天地良心就2人还有的，但是没。前头个只手500人有，那么哪位的跨你一口哦，插出个崩，神风相送，王爷一口。海我一打一个场地出来，哎呀，可能身体不知阿来试试看。哎呀，是第二个上里天亮，是，喏，你看，两嘴并饮，老少不许飞快。用下，不过一天嘛，这个上里3位男子一点在，不够这想的一想哦，哎儿对是啊，哪么这么爱他个？上面的一下带出来个啥？哎呀呀，儿子啊，那俺听出我哥哥上的个奥妙。听听你当2嘴并进，2只手一打，龙说就摇了我说头，不是发觉飞快，发觉插崩了快。听听那边当，实际上像我们这个上例当中，开下2个工人的名字了还。欧让，哪2个工人名字？一个是龙说，市面上像是摇了我说头。实际上像英东史不同三国志里像龙叔龙大夫一个工人的名字开下来，唯一的是樊哙
字面上看看这个反馈是风为崩的意思，实际上像西汉保吕保大将的名字有一个叫反馈，应同是不同。假使在这个河里带出来不良的个人名字开进去，哪怕再好还不得。哎呀呀，你只能按听出来讲，因此姥姥到反了到小奴的弄这个这样。对的是，大言是罪，爹亲真绝世好妙啊！哦哟，你这后生啥人好嘞？这个狐狸带出来么？王阳眼头的，还是两个狗人怕开进去，开得天衣无缝。李那汉讲，八人喜剧不让热气一道喝醉。一天真就小红，第三头吃的清凉，那还觉得了小个后人。两个个人名字，一个是狄青，包公里像狄青狄大这样；还有个小吴还是小后里像个个人，小吴月下再后生有一出戏。哦哟，你这啊想不到你后事是刚好了还追兵哥的，追兵哥的，相信。因此姥姥没开心，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再带点给的，一时使出来的，再带武器毛笔不是这样的。姥姥周年的不让我玩一个让你12个让你带着小奴的兴趣来着，呀，我还有几个让你听来带带看。可是我们弄讲了。你知道这呀？跟哪子不来日子踏平地切嘴巴，哎呀天哪！呀，你姑姑想哪带的个？那要吃这两个上里吃啥？哎呀，我到这边说说也没必要带，带起来了，等起我说几个上里的嘞。哦，带着，看上去呀，要吃这两个上里留下来，要我吃上里要带我里在。可是我还拿着吃个呀！啊，弟弟，哎呀，对，一天要上面就非要放肆啊！放肆咧！哎呦，什么放肆啊？你怎样的放肆啊？哎，我们一直够上里3次，请弟弟对水。要好个嘞，你有几个上里，我们一家吃不光来呀！假使你出来上里，我们对付吃还要太太。哈！你姥姥想不拢，一动脑筋没有，这还是抬头一下吧。啊啦！为父别人你再喜欢谁的年事大对哦，今日你们一时红里红头都饮了几杯醉了，哎呀，明日对吧？哎呦，还这个老娃的是子们，我带你捋捋。哎，大家听闻弟弟真姓大名呐。也好个了，女子们也姓啥叫啥，不个种事体的，哎，这也想这个女子也不是我们养的，真正是恩绝无知啊！大概我们姓黄的不晓得，哎啦，为父心上单名一个闹不是，哟，这个名儿该要得劲啊！哎呀，我也怕磨皮，我倒不好是偶尔得劲了，上空。哎呀，听啊！弟弟听！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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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了东西？旁边是个家将一口药。这次王人松风口见王爷与金泽在干一张面孔，晓得你开心了还？这样登登洋洋的小奴4号，根本的哈，王爷娘呢更加高兴，好生好喜。4高里妖精打上来，恭喜王爷，恭喜王爷，对，恭喜王爷，恭喜王爷。好，爬木皮上楼，喜笑高兴的了。小青林上是谢王爷，下个王要不必也的一口哟。小奴来了旁边，你在身份两样子，下旨呀！
可惜王家驹还引导无些个小奴，非出小奴不开心。那么这时实际上当个棍，一呼吸也有一笔上瘾。自家里难得我看我带那帮大家低低的啪妖精打出来，恭喜这作业，呼吸这作业，恭喜这作业，呼吸这作业了。哎呀，姑姑想那么讲，我不懂的个样，根本哪办法呢？一动呢，进门，现在聪明高，哄上了力气上来。哎呀，这样子不该，本这三次为力了。不敢！好，干什么这事呀？哎呀，好，那可一个不把子的起来玩个你，哎呀，不晓得你都养不人子不这个，因为你个的上牛为他个是。但是你多这样面子到人有非人子，笑嘻嘻旁边人心里开心啊！王亚写指出来，但你只口口难道聪明了还话，唱个说谁唱他个的？哦，这个东西要用，晓得是要弄不人子的喊我们来，来战，上请一兵临下。等是一道上战，那么王家我一条命令，所有偷走郎乡男男女女的活人，谁要送上几盒50两一个，这个世界里每人1两，开心啊！这叫靠动力，不过给1两3上了战郎乡去，至少龙老为要用的用。要到经理想不得，实干一来是不得了，实不着偷手上像个滴滴活人，发了银子50两一个，50两的了，都飞腾起来，一个晓得，一个不晓得，哪一种的石岗上石岗东。上宫里举起了一个小人，还有吩咐上人，恩吉父子王家特别高兴，所以送上。那是手上像闹忙得不得了，给他骨肉上像那哈，王家开心啊！多让对你之口，多让7岁，多让了让笑，哎呦，天啊！姑姑啊，开心啊！想想娘就要害他个性命，这个王家最后明白儿子，中创恩吉为父子的，宋金玉难分一战。弟弟，今日孩儿都蒙弟弟相聚，孩儿敬弟弟3杯。别客气，不用了。一定要弟。好啊，弟弟亲呐，亲呐。
举子临此地，我是上京山少侠举神戏，今日上江，举起这吉林子，送进我上门，不再独享。哎呀，谢啊！听得王爷微微笑，不晓得王爷么高兴，小女还开心。整个流浪的我人高高兴奋，加上一个人气得不得了，上人家那太丰盛，此时能兄弟不用。大夫人气得不得了，为什么老王要不好？得到儿子这些得儿子吃罪，忘记他老家乡的。他夫人呢还晓得恶对并不，我的呢还晓得得到上年。一打听，哎呀，他夫人分晓得哇，好生气，恭喜他夫人。那么让他夫人开开心心嘛，还是一笔上的。所以到第二只故事上想的说，他夫人啊，恭喜他夫人，好不喜他夫人。他夫人说，西地上家一只脚趾鸭子，好失了。上然后一上线路，石岗上石岗多，上宫里向举起来个王要看出谁的故事上恩杰父子，你上人啊弄上每人50两的了。嚯！哪个他夫人喷喷结不一起？哎呀，老男人啊，老男人！没能够得到儿子高高兴兴事体，就应该叫我出去，让儿子见见我，让我还开心的。哦，你都让儿子两家头吃醉带心，我多了后头故事浪向。你为了关照儿子不认我了，为是啥家？心里想气。所以各位他夫人，虽然大义大德有一个缺点，脾气比较暴躁。他夫人姓公让张家里独养奴五个儿子从小宠坏的，我心里想吼，哥们哈，为着我的亲戚需要到给他来陪我，面孔一白，来是他夫人。有请我儿到来，阿姨什么在？我的眼睛到谁的骨肉上想几个王爷，王爷是哪里做啥？
他夫人有请家之呀！哎呦，原来晓得是家不带走，告诉要光后走吧，对对，请儿子不请我。哎呀呀，老告诉呀，他开始忘记他来在，怎么呢？让儿子生气，我家是现在跟得起老高是要跟一碰头结棍噶，比一比。老高是呀，来看见这个儿子帮你一些些一点点气啊不，那么我再来，对。哎呀，弟弟，跟着丫头进你家母亲去吧。是。对儿子哭哭，今多娘的辰光都怕磨皮啊晓得。有什么？哎呦！我吃来的是呀，哥哥跟我来吧，我的身旁边啊，几天了，这是呀，跟我来啊，来了。眼睛才子些那个水大后头，过了中场外头，请家是呀，等一等，我去冰吧。对，眼睛在底下，哎，他夫人这是呀来在，哈哇，他夫人啊，你真正福气啊！这是呀，我一看啊，登登洋洋，标标致致，眉清目秀，不让不斗。哦，而且为一桩喜极之体，加上13岁为哪花香了呀？他是铁车子。我跟你谁猜谁不相信？他夫人在门口啊想不想？一门嘛，鸡呀都是对想了海玩，不晓得他夫人来上当，我的自个他不想分了海呀。哦哟，那是他夫人开心啊！来，是他夫人说有情啊，有什么在？哎，这是呀，他夫人有情啊！来了。姑姑听起是亲，眼睛过来，理智一些，人大概一下。在当中一口嘛，手还一个烂套，马上去张某不得，不想的嘞，想迷了不是俺一阵，别说得高，背着你啊！哎呀，姑姑做工给我接害了，什么不够气呀！啊，母亲，儿亲来是嘞。我举大几浪不收手，2只3岁毛娘这路地上一大个鸡肉呀！弄得了他骨头呀松开个的呀！哎呀，看见儿子们心里高兴，不晓得一开心还忘记身份证。哎呀，不该当，你这个一说不够当家。好啦，快起来！恭喜母亲！一般手下儿干手。哟，哎呀，等样啊！哎呀，母亲，新人名谁？哪里人是真为到此地呀？这人是此之不知等之样。嚯！他夫人心地恶劣呀！一听这个绅士们哎，口硬硬在。哦哟，这个娘家哎呀，屈家，不让男人就是乃掌声与否啊！哎呀啦，母亲，送进去不妨事了。哎，是啊。哎呀，要怪在我泡毛皮里呀，还是泡上去哦。啊，母亲，好啦，宋金玉，你弟弟母亲在孩儿是不怕的了。是啊，不也怕。啊，母亲，好啦。哎，宋金呐，与孩儿在母亲，你不会羡慕了啊。是啊。啊，母亲，好啦，你还福气啊。那你话嘞。啊，母亲，好啦。喵。啊，母亲呐！这个这样问了这样。毛子与你不应口令门定，非大生你谋会言。弟弟本够来家
之身，不该什么指令人，得等今日等头家，我要非把爹娘与把根，爹娘双个亲贼人，我要大把一的亲家兵，孩儿子们一梦一辈起双亲，也是一生深深那与养生天，是家马舍兵莫真人把尸体飞哦哟，这个小儿哎呀，为啥？让他听得开心的不得了，丫头快快备酒，阿玉是马一上吩咐，一日一做嘴巴哈，娘儿子两高头吃醉带心了，我老头子忘记他个着。谁的骨头浪向，老王要等得拿回来，等得拿回来，一当天后头吃醉着，怎么那还自家去走啊？那么你起身来，大自家这样往后头骨头浪下去。大中长老的对是一声，他夫人一听老奴人来在，说这把那是一点点气也不个这样。我王爷这大理想，一人手定徘徊，把他们大家吃醉的心。王爷对儿子毛毛，对老高小口口，魔力效用，一点点气也不着。哎呀，可见这个儿子为难不起。那么老高小刚吃叫我来忘记他，是公来听见人事，大对你为要呼吸来。呀，那么王爷到想的，刚才我们想的啊，还是呼吸读书，还是礼服，你为对我分下来无一能的，分个事工的确不错，富个不晓得呢哈。不晓得啥人搞给我，哎呦，大家门口，假使搞个人太白，怎么呢？我自家来搞呢？哎呀，弟弟，你的问题何人受人？家母受谁？牙膏。刚才刚刚牙膏不让想保镖高高你是酒棒刀枪，这是家长地位，可不行。不过不晓得你说不样兵器呼吸罗的一样，我在为。哎呀，飞机我儿使用什么兵器？哦，小孩儿们，一时把这兵器几级加能。王爷小子出来对小奴看看，哪里开出去来才是讲海味，开下一道什么样兵器几级加能对你忙忙，要的不可能。一他瓜子13岁，什么样兵器几级加能，一年活一样没有18岁，那一年活2样。不大可能你是更聪明了呀！被一口上面空腹的样高，吃力不准。哥们呐，对，尽量试看，什不样谁不用哦？不说的太吃力。我只要看那2样，最基础，刀、枪。好啊！哎呀！弟弟，既如此，为父要不开你的刀枪路，你本事来拿上枪与他扎，加强登上到后头，通州浪向为父高浪向打一支，打了肚子枪，分量再轻，小奴力。到前头第2扎骨肉中场里向各种骨肉几活动了，多多等等杀枪龙棍，
上天这封邀进宫来，就这也报天来了。是姑姑我衣裳过谁也是进，我上枪好了，接到水里，砰砰两腿，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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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枪红枪银枪，这个火弹一把银枪，枪火越来越大啊！哦哟，王元一看你子啊，那个天火的动了哇！姑姑是上的，我枪啪点过来，啪啪啪啪啪啪，也是一路枪火。哇一话微微点天火了，啊哇！口里一路枪杀我。一条红枪枪银枪银枪火到一把银枪一路夹着梅花宝枪啊！介绍口的王家眼的，哦，称这一声侯令啊，好本事！能称这侯令，这个本事压个。我总得讲高五郎想保镖的能有啥个好枪法？这种枪法下来，老实我可以指定的结结乖乖，不晓得等到口里杀我们了，我要挨他个的，一枪都指不出来的，挨到水到水到，枪都不会到。14岁小女杀得这样好，那么还有缺点，真的没缺点一个，但是这个缺点呢不好提。啥个缺点？功力不够。14岁小女里能有几何功力？随着年龄增长的有功力会得加深。现在这个枪法不为外人随的。谁可以想不到你这个路天赋是刚好上枪放头规则挪路得到不理一副得到公卿小友啪啪啪啪啪啪扶一路得到扶到后说了这记刀光不记人影哎呦哎呦哎呦王要开心呀规则都放一放还在相信实刚聪明也是一年或2样3样4样都可以口里一滴猴子我来么老夫说的哎啦快饮醉吧不晓得现在姑姑是吃气真的了呀啊弟弟小孩儿为一个不为弟弟只怕你不为的呀来了家兄这样喷出来啥么子你为样本领我挖不为哎呀，你子啊，你子！你不晓得你都要杀的娘你，14岁配发为将，等到1人，66岁，几乎今年来，今年3季次我从小就呼吸西极八卦了，加上几次并非外国人，加上受的西极八卦。我屋里人鱼，只要科技也一样，我500个为着照是照样当一副，18里位在各位家庭，我上天这起破，必会老有谁为个加上福音我懂，我非要是18样顶到出来，不是样都不知，你加上我难不为？哎呀，谢了，听课，上个加上我把不为用。哎啦，你为什么变成为父你不会死啊？那小孩儿未能打得3口对死啊！那么王爷想不能做啥？各位王爷样那位谁这个老举才不为了你？什么叫那位当得子啊？那么王爷呢？还其他为了得子不为了。别说王爷这些辰光军队里向，包括高五郎向，
何说这个人不计其数，当代子的人寥寥无几。谁去何说这不肯当代子？为地上目的也跟人一样的，说这说的有当代子，依然是当有的人。但是何这不危险，当代子有危险。说这积累了周身外的，顶多好了话。自家不出毛病，至于当代子也出毛病。因为你跟你来自了公益里向攀登的蜡烛，那周身来着，那是公当的不枪手，啪，马门郎这里谁要当上，甚至于当得。我要立功代子，吃了口的那么不够力，非法精通代子一窍不通，什么的哪位当代子的？我要当中眼头，不晓得王爷乃分晓得你都牙刷的年龄生代子，今朝不能当，一是要一个实地来找。王爷要苦苦的代子到走廊上收拾一杯，公袋拿出来归着女子当。手提一颗石桥飞过一群老小奴袋子当龙起啪啪啪倒来塞着掉，王爷归着上高来趟撩起来一口哈眼他谁不当他的眼眼睛？哦哟，女子啊，那都是女好了。当然，亚神袋子、闭关老有谁金袋子、小奴叫俏袋子，将来出名噶。那个王要呼吸有，归在那哈，马上掉入一桩事体，女子啊，来出心分享是吧？我在那不好意思讲，我也说了嘿，你那还到给他来，要我养个古代不拘为下。后林到底古代的罗大，你不好意思讲，我的那气门，为着家将几匹花木到省里乡。当地真功夫到当天后林古代的那罗大是供古代身上全部都马上不拘为相，你听我们来讹吧。家将大营上腰间上额几匹花木精神当地真功夫一了如来根本不能细工，踏踏明明写得两句家具真哈高，唯到给到手上想告诉王爷这只呀，后王爷听起没开心，小就是干你。不过不样说，王爷晓得个从军的犯人到闭关要当100几杀为军棍。那么呢，这点我来帮忙在。二位女子，你放心，自家亲笔下一封书信，下不闭关老有谁真对之礼中，报救令。希望有谁怂恿开始人民军中有力，这封信下得好的不得了，下得那样子碰得个后令天上不倒来，地上不出来，碰得个后令天下覆的，碰得个后令刀枪不入，碰得个后令顶好有谁两不离中的。事情下后堂吃一吃歌。有也有新风的代代归着毛体背，来到几匹花木碾压根本要超过后令。后令从军大日天上，那个匹木要超过你西到边关，那么后令可以不吃口的炸。毛体背非常忠心，实行令一令，令子的人子堂，王不保包一包，上我啊！碾压根本引去的力，刚的勾到闭关的石桥老有谁，杀往日出杀后令的辰光。引去这个风湿性节日勾到，有谁看得眼他上么的一个中外人，本事刚好，不相信规则后令到当地上像迷失误你们后令出作风的。后令神袋子老有谁出名金袋子两个好袋子当队们神袋子阿斗金袋子，那后来谁要是的那么要归着后令从军闭关何为计说